2009年嘅9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將黑絲織造技術作為我哋中國桑蠶絲織造技術嘅重要組成部分，列入咗第4批世界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作名錄。黑絲同佛教有2個共同點，其一，佢哋都係從西域傳入我國嘅；第二，就係佢哋都係從絲綢之路傳入我國嘅。黑絲文化一直係宋朝以嚟宮廷裏邊佛像絲織品嘅重要部分。我哋今日介紹嘅呢一幅黑絲唐卡係尊勝佛母，代表住長壽地，亦即係話獲得長壽圓滿嘅壽命嘅意思。尊勝佛母為白色身，三面八臂，中間主面係白色，右側一面係黃色，左邊嘅側面係綠色，分別表示3種不同嘅事業同埋功德。頭上梳住高髻，戴紅色嘅5葉寶冠，主臂2手喺胸前，左手持金剛索，右手托金剛杵，其餘各手伸向兩側，右側手托小化佛持箭，施與願印，左側手呢就係施無畏印，持弓托寶瓶，結跏趺坐於蓮座上，畫面色彩艷麗，以山水花卉為背景。尊勝佛母係一位寂靜端莊嘅佛母，佢慈悲為懷，救世急切，能夠使人延壽增福，頗受信徒嘅崇拜。佢同無量壽佛、白度母並稱為藏傳佛教嘅長壽三尊，係福壽吉祥嘅象徵。尊勝佛母代表住長壽悉地，亦即係話獲得長壽圓滿嘅壽命嘅意思。依止尊勝佛母係我哋普世共存之心要。今日嘅黑絲唐卡尊勝佛母，我哋就介紹到呢度。願長壽三尊之一嘅尊勝佛母保佑大家身心康健，長命百歲。